我哋其實咧，大家喺埋一齊咧，係見證緊歷史嘅。咁其中就係伊朗嘅歷史啦。咁而家伊朗個情況咧，我哋就知道係即係國內嗰啲暴動，但係個地面嘅情況其實係唔知嘅，因為所有嘅通訊啊都係中斷咗，所有網絡都係中斷咗。但係咧，啱啱響幾個小時前咧，就響Starlink 星鏈嗰個馬斯克星鏈嗰個幫助下咧，有好少部分嘅網絡同埋通訊啊係恢復嘅。咁有一啲譬如伊朗國際電台啊，都可以利用馬斯克嗰個星鏈咧去做一啲實時嘅地面嘅報導。咁樣即係小巴利維同埋有一啲主要嘅伊朗嗰啲反對派嗰啲人咧，都係求助馬斯克同埋美國嗰啲西方嘅政府，要求幫助恢復嗰個網絡同埋通訊嘅。咁至於有好多即係比較即係互相矛盾嘅嗰啲信息咯，但係有啲就話哈梅利伊就走咗啦，去咗莫斯科。咁但係其實哈梅利伊咧就啱啱先出現咗，就話要會企到硬，唔會即係後退1厘米，同埋咧要誓言要推翻特朗普嗰個政府嘅。咁呢個係最先我睇到哈梅利伊嗰個視頻啊。咁佢即係佢係冇走嘅。咁有一啲即係研究佢嘅人就話哈梅利伊係唔會離開，佢唔會離開伊朗㗎，直到至最後。咁至於有啲人就話美國啊、以色列啊、喐啊嗰啲軍隊咁，其實都唔知道嘅，到底咩三角洲嘅軍隊都去咗開到咗去伊朗。咁其實我哋都唔知嘅係咪？如果美國以色列佢要行動嘅話，佢又唔使講俾你聽係嘛？即係所以即係特朗普雖然佢話警告伊朗唔好去即係去傷害嗰啲示威者，否則佢就會採取行動。但係呢啲都未知嘅，佢幾時採取行動，你又控制唔到佢，你又唔知道佢採取行動，亦都唔會講俾你聽，係嘛？所以而家咧都係大家都係只能夠係睇結果。有好多未知嘅嘢、未知嘅因素，就只係知道而家伊朗咧係國內咧係幾百個城市係暴動嘅。